江連80，最後入閘係大眾福星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10場賽事3班1004，第二暫時係14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內欄位置呢就美麗邂逅啊，中間呢就哈羅威噶啦。中檔第3位嘅馬有暴風之子啊，響外邊輕功猛男啦，最出白衫紫色眼罩呢，仲有江連80啊，內欄灰馬大眾福星，外邊川河歲區啊，後邊嘅馬啦，咁啊見到馬林中間就滿歡笑啦，咁啊內欄有呢隻銀亮奔騰啊，咁啊尾5到啦，外邊啊八駿福星，尾4呢就安泰啊，暫時殿後3匹馬分別有呢隻就奮鬥心、紫荊歡呼啊，咁啊暫時包咗落尾嘅馬陽明天空嚟噶，好啦，轉呢個呢就香港太遠灣啊，美麗邂逅就放頭嘅，外邊走咗上去嘅馬呢，有呢隻就光年80啊，落後呢大2個身位到啦，哈羅威跟住個第3啦，第4係輕功猛男啊，內欄第5灰馬大眾福星，中間橙色眼罩暴風之子啊，響出邊呢就川河歲區啦，馬林中間綠色就滿歡笑啊，咁啊內欄嗰邊仲有銀亮奔騰啦，等入邊噶嘛，仲有安泰掟出去外邊追係滿歡笑嚟噶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美麗邂逅第日仲有1個馬嘅優勢啊，咁見到內欄傳上嚟，大眾福星啊，中間有粉紅眼罩嘅哈羅威，外邊啊川河歲區，最出嗰邊仲有隻滿歡笑啊，最後100零米內欄打咗上嚟係大眾福星啊，中間美麗邂逅，外邊啊哈羅威，最後50米到圓欄傳上嚟，大眾福星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噏上噏落啊，埋邊美麗邂逅，出邊哈羅威，咁啊睇下邊隻第2嘅機會高啦。至於跑第4名嘅馬係銀亮奔騰啊。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大眾福星咁啊經過莫雷拉摸咗一場呢，今場嘅發揮更加得心應手啊！圓欄傳上嚟，咁啊打開嚟香港嘅勝利之門，亦都獲得個特別獎金150萬。尾場賽事莫雷拉啊都贏埋啦，呢隻都係10號啊大眾福星，咁啊臨尾就5.1倍啊。第2名好近喎，美麗邂逅，睇下可以頂住隻14號哈羅威，2、3名影相啊。第4名3號嘅銀亮奔騰。莫雷拉今日都起碼啊，臨尾2場有個1檔咯，就話可以賺下今日嘅形勢，圓欄傳上嚟。美麗邂逅似乎壓翻落去有第2喎。好啦，睇下預計派彩啦。跑第1名就10號大眾福星嘅獨贏派51個半，位置派20個半。跑第2名係12號美麗邂逅啦，位置派31個半。跑第3名係14號哈羅威，位置派14個半。連贏位10搭12派289蚊，位置 Q 10搭12派100蚊，10搭14派43蚊，12搭14派69個半。跑第4名就3號銀亮奔騰嘅。時間1分21秒27啦，都係標準時間快，接近6線到。今日2重彩啦，10號、12號順序派600蚊，單 T 10號、12號、14號派364蚊。3重彩啦，10號、12號、14號順序派2115蚊。時間做得幾好嘅，快過嗰場2班啊呢場。畫咗相啊，第2名啊，咁啊美麗邂逅到先。終於跑到嚟尾場都係4隻貼欄啦，冇得走。早段文靜少少咁啊，包得幾好啊！呢隻大眾福星。終於都贏到啦嚇，暫時都我諗再上啦，而家出已經近啦，跟住有一場就漏閘，跟住上次就搶口。都算嚟得快，今次係白翻個內檔，直路拉士都啲早啊，江連80。咁啊，恭喜晒啦！大眾福星馬主獲得自購場出賽馬匹特別獎金啦，港幣150萬元嘅。莫雷拉包辦嘅第9口孖寶，何夫全都贏翻場啦。因為本來係靜局啲啊，係啦，奧東尼本身都係靜局啲啊，臨尾穿咗條 Q。咁啊，練馬師王啦，最後就係練馬師編號2號嘅蔡約翰啦，38分封王嘅。2個0分馬房啊，今日咧本來。
咁啊，哈羅威就係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，即係成為熱門37蚊博 win 呢，就唔係咁抵嘅。即係跟住嗰個位，其實應該起碼都要過到美麗邂逅咯。因為都放得唔慢嘅，其實前邊咩鬥燒噶嘛兩隻，光年80後隊喺前邊，第二段開到21秒48，跟住仲整個22秒83，其實翻嚟唔多嘅應該。咁但係都係唔可以太後咯，今日啦，成條跑道計太後都係好惡追。4連環預計派彩啦，3號、10號、12號、14號派564蚊。4重彩預計派彩10號、12號、14號、3號順序派17431蚊。睇埋尾場啦，呢一個巡邏影片起步啦，比較論盡啲呢，就係7檔嘅奮鬥心啦。另外陽明天空呢都喺較後嘅位置，不過翻到嚟都好後啊，隻馬都好曳。前邊啦，美麗邂逅啦，都一如預期順放啦。哈羅威呢就等遮擋嘅啫。咁啊，外邊潘頓又喳喳聲走上嚟喎，光年80，結果兩隻呢頭嗰2、3段呢都鬥走嘅。咁外邊就輕功猛男啦，中間呢一路固守住個二搭呢，就係暴風之子。埋邊莫雷拉嘅灰馬大眾福星，跟住就銀亮奔騰都算跑得翻啦，翻嚟有第4。出邊就川河稅區繼續都係留住亞跑嘅，跟住滿歡笑百駿福星安泰。奮鬥心就尾3嘅，尾2就自經歡呼啦，巴尾就陽明天空。前面呢度其實開得快㗎，兩隻馬拍住一齊走。哈羅威就冇攞到埋去欄嗰度嘅，一路都二貼啊，擺側咗少少個頭啊，都係諗住掟出去衝。但係今日偏偏其實貼欄係好好多，我諗條跑線。羅瑞區一路兜大彎嘅都係啊，擠咗一擠，好短啫。今日呢個跑法唔得咯。暴風之子又點呢？冇啊，其實兩隻都冇晒，跟住哈羅威打耐都冇啦。已經歡呼喺後邊內欄，跟住銀亮奔騰就追啲。安泰都一般嘅噃，難追啊！好啦，尾場亦都復榜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K 10搭12派100蚊，10搭14派43蚊，12搭14派69個半。2重彩啦，10號、12號順序派600蚊。4連環3號、10號、12號、14號派564蚊。4重彩10號、12號、14號、3號順序派17431蚊。第5號馬 T 係頭關3號、10號、11號，尾關10號、12號、14號派33211蚊。第2號三寶啊，咁啊頭關3號、次關10號、尾關10號呢，正獎派1261蚊，尾關12號安慰獎呢派700蚊。6環彩派730蚊。6保獎派2751081蚊。連馬師王最後賽果啦，連馬師編號2號嘅蔡約翰以38分封王嘅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44，第2段21秒48，第3段22秒83，末段23秒52，總時間1分21秒27，比標準時間快接近6先。
咁啊，睇埋今日嘅10場頭馬資料啦。咁啊，3項大賽啦，咁啊，嘉應高升咁啊勝出主席短途獎啦。咁啊，另外鴻運帝王贏出冠軍一哩賽，建琴高就贏咗女王杯㗎。咁啊，嚟緊星期3呢，就翻跑馬地馬場啦。咁啊，9場賽事6點40分開跑㗎。今日直播時間差唔多，多謝各位收睇。咁啊，星期3跑馬地馬場再同大家賽馬直擊啦。拜拜。拜拜。